台北市的台北病院，当个维修的外墙，伫早起8点外哦，因家熊熊放弃，加载是无人着伤，也毋过一台汽车红底甲密密麻麻，嘛已经通报台北市劳检处，嘛咧厘清事故的原因。因为昨天那个听说有大雨嘛，所以它工程就没有进行。那原本预计是这2天要把进行拆除，但是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在安全的补偿上，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状况？这个我们当然还要再分析。好像有一台车辆有受到伤害，我们可能会可以追究相关的责任，都可以补偿。台北病院发言人是指出讲，现场加载是无人着伤哦，也毋过一台车受到损害。因为事故的地点毋是道路，警方是开出非交通事故的证明单，嘛已经通报台北市的劳检处。台嘛表示讲，因会负责赔偿，因家放弃的原因哦，爱过来厘清。